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3月2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3篇，耶利米书32章第1节到第9节，36节到41节，马太福音22章23节到3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复活。与基督同活是基督徒信仰的终极目标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要跟上帝来同住。正如同诗篇23篇的最后，大卫所说的：“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”另外，如同诗篇84篇第10节也这样说道：“在你的殿宇住1日，胜过在别处住1000日。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，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。”耶利米书32章第1节到第9节，36节到41节，上帝告诉先知耶利米，叫他向要被掳的这个以色列人说话，将上帝的应许预言告诉他们，因为上帝要再一次的成为他们的上帝，与他们立永远的约。经文这样说到：西底家做王统治犹大国的第10年，也是尼布甲尼撒王统治巴比伦的第18年。上主向我说话，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正在围攻耶路撒冷，我被拘禁在王宫的监狱里。西底家王把我关了起来，指责我所发出的预言。我被拘禁在王宫的监狱里，西底家王把我关起来，指责我所发出的预言。我曾经宣布上主这样说：我要把这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，让他占领。西底家王逃脱不了，要把他交给巴比伦王，使他面对面跟尼布甲尼撒王说话。他要被带到巴比伦，留在那里，等我惩罚他。即使他跟巴比伦人作战，他也绝不能战胜。我上主这样宣布了。上主告诉我，我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莫要来看我，他要我买下他在便雅悯境内亚拿图城的那一块田地，因为我是他的至亲，有赎回的义务和购买的优先权。于是正像上主说的，我的堂兄弟哈拿莫到监狱来看我，要求我购买他的田地。于是我知道上帝的确对我说过这话。我向哈拿莫买下田地，称给他17块银子。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这样对我说：现在你要留心听我说。我曾经在愤恨盛怒下把我的子民放逐到各国，现在我要从那些地方把他们集合起来，领他们回家，在此地安居乐业。那时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上帝。我要赐给他们专一的心，好终身敬畏我，为自己和子孙谋求幸福。我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，不断地为他们的幸福着想，好使他们专心敬畏我，不再背离我。我要专心一意地为他们谋幸福，使他们在这块土地上有根基。但我们知道，基督徒必须将救我交给主耶稣基督，并且呢，与他同时领受他的救恩，复活的恩典，得以再与主同住。我们知道复活的目的及目标只有上帝，没有其他的。然而那些法利赛人经学士祭司撒都该人，都将复活的目的重点画错了。他们所考虑的是文化层面的问题，而不是永生的追求。马太福音22章23节到33节，在谈论到复活的时候呢，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意见不同，但同样的，他们都失焦了。
同一天，有一些不相信复活这回事的撒都该人来见耶稣，问他：老师，摩西教导我们，一个人死了没有孩子，他的弟弟必须要娶寡嫂为妻，替哥哥传宗接代。从前我们这里有兄弟7人，老大结了婚，死了没有孩子，留下寡妇给弟弟，老二、老三也都是这样子，一直到老7，情形都相同。最后那个女的也死了，请问，既然他们都娶过她，在复活的日子，她算是哪一个的妻子呢？耶稣回答他们说：你们都错了，你们不明白圣经，也不知道上帝的全能。在死人复活的时候，他们要跟天上的天使一样，也不娶也不嫁。关于死人复活的事，你们没有念过上帝告诉你们的话吗？上帝说：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。这意思就是说，上帝是活人的上帝，不是死人的上帝。群众听到这样的教训，都觉得很惊奇。上帝是活人的上帝，是我们追求复活恩典的人之上帝。诗篇143篇，请兄姐自己来研读。感谢慈悲怜悯满有恩慈的主，赏赐救恩，让我们可以因为相信而与主耶稣基督同死又同复活。求主让我们明白复活真正的意义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